歡迎翻到嚟我哋媽媽蘇嘅頻道，媽媽療癒空間。我係 Y 媽。最近咧收到有家長 PM 我哋問，可唔可以介紹一啲繪本係教小朋友同理心㗎？咁我就喺度諗，與其咧用一啲虛構嘅故事，倒不如用一啲真實嘅例子去講解啦。無論對大人同埋小朋友嚟講咧，都係可以更加有說服力嘅。然後咧，我就即刻咧諗起呢一本繪本啦，《巴士來了》。故事咧係改編自日本和歌山嘅真人真事。呢本繪本咧唔單止俾小朋友了解同理心係一件點樣嘅事，更加咧俾我哋大人啊去重新相信，原來呢個世界上面真係可以存在咁純粹嘅善良。呢本繪本咧得以出版咧，全因為喺2004年嘅時候咧，一位山崎先生咧投稿咗一篇溫暖小手接力中嘅文章。佢咧分享咗咧一班小學生喺點樣咧用15年間咧默默幫助佢咧搭巴士嘅故事。呢篇文章咧迅速咧震撼咗全日本啊！亦都咧吸引咗咧繪本作家由美村希希嘅注意，佢聯同咧插畫師松本春野咧一齊咧去和歌山咧多次咧採訪呢一位失明嘅山崎先生，透過山崎先生親自口述嘅故事細節啦，令到咧最終呢個真人真事咧可以以繪本嘅形式呈現喺我哋讀者嘅眼前。而插畫家松本春野咧亦都承繼咗佢嫲嫲岩崎之雲。日本知名嘅反戰繪本作家同埋插畫大師，佢柔和嘅筆觸，佢好擅長咧用柔和嘅水彩咧描繪一啲嘅人像，令到咧故事入邊每個小朋友咧都擁有溫暖嘅笑容，亦都咧透過山崎先生口述佢內心幻想小朋友嘅各種模樣啊，彷彿咧令到咧當其時嘅畫面咧栩栩如生咁呈現喺繪本入邊。彷彿透過紙張咧都可以咧感動人心。而家咧就等我簡介一下故事嘅內容。書入面嘅主角澤間先生，佢咧因為咧罕有病咧而失明。即使咧到佢完全失明之後咧，佢仍然咧下定決心咧想要繼續去返工。而佢每日咧最恐懼嘅咧就係聽唔到巴士到站嘅聲音啊！直到某一日嘅朝頭早，一個幼嫩嘅聲音咧喺佢耳邊響起：早晨，巴士嚟啦！呢個女孩小笑，成為咗佢黑暗中嘅光。原來女仔讀嘅嗰間學校咁啱就喺澤間先生嘅公司附近，佢哋可以喺同一個站上車落車。唔單止咧可以幫助佢上車啦、揾位啦，甚至乎咧落車之後咧都可以咧帶佢過馬路咧，順利返到佢嘅公司。於是者咧小笑咧同埋澤間先生咧就一起咧陪伴大家咧走過咧春夏秋冬。突然咧喺第二年嘅4月啊，亦即係日本咧新學年嘅季節。你係小笑嗎？唔係啊，我係美奈。姐姐小笑已經畢業啦，接住落嚟等我帶你上落巴士啦。接住落嚟嘅15年，唔同嘅小朋友咧接力去守護澤間先生，直到佢退休為止。呢本繪本咧俾我有3大嘅啟發。第一，同理心咧原來唔係天賦嚟嘅，係看得見需要嘅練習。呢本繪本咧深刻咁呈現咗同理心嘅重要性，同埋指出咧同理心係可以透過觀察人哋嘅需求咧而培養出嚟㗎。書入邊咧好細緻咁描繪咗失明人士嘅困境，例如佢哋需要咧用聲音咧去辨別位置方向，用住嗰個扶手咧去揾佢嘅座位。咁小朋友咧就會發現，原來睇唔到嘢嘅世界係咁唔容易噶。跟住咧，我哋就可以進一步引導我哋嘅小朋友喺日常嘅生活入邊咧，都學識咧主動去觀察其他人嘅需要。例如，當佢見到同學仔喺操場上面唔小心跌倒受傷，佢哋可以即刻上前安慰同埋幫助嗰位同學咧去醫療室進行包紮。
呢啲嘅生活例子咧，幫助我哋教小朋友點樣去主動關心人哋啦，點樣去理解人哋嘅處境同埋需要，進一步去展現同理心同埋善意。第二個啟發就係俾我哋大人嘅一個功課，唔好咧再用唔好多管閒事去扼殺一啲嘅善意。當小朋友想幫一啲嘅流浪貓狗啊，讓座俾有需要嘅長者或者其他有需要嘅人士咧，我哋就唔好話污糟啊，浪費時間。保護呢啲善意嘅火苗咧，其實都係比成績咧更加重要㗎。咁啱咧喺我準備呢一個分享講稿嘅時候咧，我就睇到咧新聞報道啊，有一位咧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嘅媽媽，佢路過一間書店嘅時候咧，發現有個男作家咧喺美國某一間書店入邊咧舉行緊佢嘅新書發佈會。好可惜啊，由於佢嘅人氣咧唔係好夠啊，現場咧就係得佢幾個嘅讀者咧嚟到嘅簽書會啦。呢個作家咧被逼咧獨自咧坐喺佢自己簽書會入邊咧，等待咧更加多嘅讀者咧嚟揾佢簽名嘅。睇到呢一個咁落寞嘅場面啦，令到咧呢一位媽媽咧覺得好心碎。於是咧佢就咧出錢啊買咗呢本作家嘅書啦，揾佢嘅4歲囡囡咧上前咧揾呢個作家簽名，希望咧就為佢打氣嘅。而過程入邊咧，佢都拍低咗咧成個嘅過程。跟住咧，佢就分享到去一個 TikTok 嘅平台啦，好意外咁啊，吸引咗咧超過7500萬人去觀看佢呢一個嘅影片。呢個小小嘅善意咧，就係可以引發咁意想不到嘅事情發生，就有如咧，好似我哋呢本繪本入邊嘅真人真事一樣。第三個啟發咧就係善良係會傳染噶。第一個開口嘅小笑，去示範咗勇敢跨出第一步嘅珍貴。後續接力嘅小朋友咧，亦都展現咗善良咧係點樣好似漣漪咁可以擴散開去。而啱啱分享呢個美國作家嘅故事啦，嗰一條啊僅10秒鐘嘅短片啊，意外咧引發連鎖嘅效應啊，吸引咗全球超過7500萬人咧去觀看呢個10秒嘅影片，亦都咧令到咧大量嘅網友咧去湧入呢個作家嘅社交平台咧為佢打氣，繼而咧令佢嘅 followers 人數啊喺24小時入邊咧由1個人暴增至咧20.8萬人啊！好多觀眾咧更加直接咧上網咧即刻買佢呢本新書以示支持，令到佢呢本新書咧迅速咧登上咗亞馬遜暢銷嘅流行榜啊！而呢位作家咧亦都坦言，當佢睇到呢個千萬條嘅留言鼓勵咧，亦都忍唔住咧感動落淚，更加話咧呢一段10秒鐘嘅影片咧係改變咗佢嘅一生啊！咁樣就證明，其實我哋每個人嘅小朋友咧，都可以因為一個小小嘅動作咧，成為故事入邊嘅小小。可能你會疑問，點解小朋友願意咁樣做嘅呢？山崎先生就話啦，佢哋教識我接受幫助唔係軟弱，而係咧令到彼此更加靠近。呢本書咧最打動我嘅咧，唔係嗰啲小朋友去幫助盲人嘅呢個壯舉，而係咧呼應咗我哋中國咧古語有句説話：莫以善小而不為。嗰啲每個人都能夠做嘅小事，一句善意嘅提醒，一個微笑，一次伸手嘅幫助，呢啲睇起嚟微不足道嘅行為，卻咧係可以喺人哋嘅心目中咧點燃希望嘅火花。又好似德蘭修女所講啦，我哋冇辦法做一啲偉大嘅事，但係我哋可以用偉大嘅愛做一啲小事。當我哋想教小朋友善良，其實某個程度上都好似幫緊我哋療癒自己嘅傷口。我哋唔同嘅人咧，都喺生命入邊咧經歷過挫折、孤獨同埋一啲嘅創傷。呢啲嘅傷痕咧，往往就令到我哋關閉咗同理心。但係透過引導小朋友去關心其他人，我哋就可以重新咧去啟動呢一啲嘅連結啊，嗰一份被忽略嘅溫柔。非暴力溝通嘅創辦人馬歇爾羅森伯格咧，亦都講啊，慈悲心咧係人嘅天性，而每一次嘅善舉咧，都係對內在焦慮嘅釋放，對過往陰影嘅告別。就好似山崎先生咁講啦，
呢啲小朋友俾我嘅遠比我俾佢哋更加多。呢一段跨越15年嘅善意接力，證明咗善良嘅本質係雙向嘅療癒。當我哋為人哋架起咗橋梁，我哋自己嘅心靈亦都會變得更加豐盛。德蘭西女咧亦都曾經講過，愛嘅反面唔係恨，而係冷漠。呢本書咧正正係對於而家冷漠嘅世界咧，好似做一個溫柔嘅反擊，提醒我哋真正嘅成功唔係在於成就嘅大小，而係在於喺我哋平凡嘅日子入邊啊，成為咗我哋彼此嘅光。因為助人為快樂之本，幫助人嘅快樂遠比咧獨自閃耀咧更加快樂。當我哋拖住我哋小朋友嘅手，同佢哋一齊睇呢本巴士來了嘅故事，其實亦都教緊我哋自己，善良唔係犧牲。我哋唔會因為一啲善意嘅小舉動咧，而令我哋有所損失，反而成為咗一份生命影響生命嘅禮物。總括嚟講啦，巴士來了呢本繪本咧，唔單單係一個感人嘅真實故事，更加係一面鏡，等我哋去反思自己對於同理心同埋善良嘅理解。呢本巴士來了更加提醒我哋，人生最美好嘅奇蹟咧，就係埋藏喺我哋小朋友嘅內心入邊。就等我哋咧，從呢本書入邊咧吸取能量，令到咧善意喺我哋生活中咧得以綻放，將呢一份嘅善意同埋同理心咧繼續傳遞出去。如果你都認同咧教小朋友同理心係應該嚟自生活入邊嘅經驗咧，歡迎你喺留言區留個心心俾我啊！令到呢個巴士來了嘅故事咧，持續喺我哋心入邊咧發揮呢個蝴蝶嘅效應，成為我哋更加多小朋友嘅榜樣。喺生活入邊咧，持續讓呢啲嘅正念種子去發芽成長。希望你會中意今日嘅分享，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呢個影片啊！我係 Y 媽，期待下次咧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唔同嘅書籍。我哋下次再見，拜拜。